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咱今仔所教的所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咱伫这个生命的牛单元喜乐要继续甲咱来分享主耶稣教训咱的这个祈祷，也就是祈祷文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喜乐要本着主耶稣教导咱的这个祈祷咱要来查考，嘛要来分享。简单10几分钟的时间用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这个圣经的道理，跟咱来分享。所以每一遍喜乐拢会伫节目中间来读一摆这个祈祷文，互咱大家来做参考。咱即马先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咱在伫天灵的爸，愿人都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តាម地灵，亲像行伫天灵。阮日用的饮食，今仔日赐予阮，免了阮的罪，若亲像阮免了人的罪，无互阮拄着试探，救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仔日要来分享第4句，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的第4句，讲愿你的旨意行伫地灵，亲像行伫天灵。神的国降临，特殊的改变。顶礼拜咱有讲到，神的国降临的时阵，人的人生价值、人的生命拢更新了，价值拢改变了。南走兽、鸵鸟、野狗，这个无特殊的、无规矩的。拢有一个规束，拢有一个特殊，拢会通尊重神。所以神的旨意行伫地面，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阵，神的旨意就行伫地面，就亲像伫天顶同款。这就讲到神对人的接纳。所以神的旨意行伫地面上，这讲起来就哪像古早时代，这个皇帝伊安尼变服百姓来出巡，伊要了解民间的疾苦，伊去到全国各地，伊稳姓卖名，就是要来暂时提起真正尊贵、真正安尼高高在上的迄种身份，做平民的打扮，要来看讲即马百姓生活安怎，无家有破洞无，生活有困苦无，有迄个流行病无，大家大诶行诶，咱讲衣食住行到底安怎？这是一个明君就是讲真好的皇帝，真好的君王，伊有这种的这个做法。甚至伊袂当出门的时阵，伊就找遣这个孙母去到各地来巡守，来带着尚方宝剑，那参像皇帝的这个圣旨来临驾伫这个全国各地。咱讲神的国来降临的时阵，神的旨意讲天父真神耶稣基督旨意要行伫地面上，就亲像行伫天顶。伫天灵其实这个天地对咱来讲，不过是一个意象所以咱知影伫神的国度内面那像天顶同款，伫神的国度内面，神有神的意思，有神的旨意，有伊的意志，有伊的智慧有伊的这个美好的这个行为能力。所以这个智慧聪明这个自由的意志，拢伫咱人的这个生命中间会通表明出来。所以咱看到一个红婴出世，对伊学爬、学坐、学行，一直到读册受教育，大汉起来食头路赚钱建立一个家庭，搁再生团。咱来看迄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拢足济的迄个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当然咱经过教育，这个自由意志当然咱经过影响经过真好的一个带领。天父真神互咱人嘛有这种的自由意志，所以人足尊贵，真正价值。但是当咱拢凡事借着家己的意思的时阵，咱甲看人的意思就是安尼要来比拼，人的意思就是爱竞争，人的意思就是爱我比别人较好较出脱。这拢是伫咱的迄个心灵，伫咱的始祖犯罪以后咱罪来惹看人应要会通谦卑的迄本性，
所以咱需要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伫地面上，就是来伫你我的中间。所以透过祈祷，神的灵甲咱同在，也就咱领受圣灵的时阵，咱会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圣灵住伫咱的中间，就是神的旨意行伫地面上，就是伫你我中间，就哪亲像在地如天同款。所以咱会通知影讲，有时阵爸爸无伫咧，妈妈无伫咧，咱做囡仔伫厝内，爸爸妈妈就甲咱交代，时间到唔好看电视、电脑这个唔好耍伤久，会去做功课，要困的时阵爱记你窗仔门电火这个音乐、音响、电视拢着关，着处理好势，安尼才会通去困这就是爸母的意思啦交代。虽然爸母出外伫外面，但是伊伫外面，咱伫厝内同款着尊敬爸母，甲咱交代。换一句话讲，当咱出外，爸母伫厝内，爸母甲咱讲几点要转来，爱做啥物代志。咱伫外口的时阵，会记你爱行伫厝内同款，爱守规矩，爱甲人好斗阵。所以咱人伫外口，爸爸妈妈伫厝内，常常甲咱关心即摆大哥大真方便。传真真方便，电脑 email 嘛真方便这个现代的爸母透过电话、透过电脑、透过这个电信这个产品，会当随时就来掌控这个囡仔的行踪，对囡仔的关怀所以囡仔人伫外口哪亲像爸母嘛甲下达这个伊的意思，哪像命令同款。迄落有一个囡仔，我的大汉囡仔嘛伫台北伫读册。伊住伫校舍，伊是这个运动的选手，因妈妈常常就拢安尼甲关心，所以我若感觉讲每个月要去电信公司去纳电话钱的时阵，我就感觉讲这母仔囝电话费拢真悬，毋是妈妈靠因囝，就是囝靠妈妈。有些真趣味就是这个囡仔真乖感谢主的带领，伊安尼要买啥物物件。要去同学厝内，有时无伫宿舍，伊就打电话甲妈妈讲：妈妈，我会使去找同学无？妈妈，我会使去佗无？我邮局内底阁有钱无？安尼拢逐项会问啦因为年纪也毋是真大所以这个做妈妈的有时嘛会甲讲会使去也是毋通去你十片身体顾好运动选手都要食较营养咧都要守规矩毋通甲学长安尼甲人应嘴应舌都要较乖咧都要听学弟听老师的话运动的时阵嘛爱安尼扎力比赛的时阵全力以赴。这就是哪亲像咱祈祷的时阵主耶稣甲咱教讲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面，亲像行伫天面。所以我的囝嘛是同款伊电话甲妈妈讲咧要去毋去，当然伊莫讲妈妈嘛毋知伊黑白做为非三做妈妈嘛毋知。但是一个囡仔若听话，伊就会尊重爸母的意思当这个电话通过了后，妈妈甲讲好讲毋好，妈妈甲交代爱食药爱祈祷爱去参加聚会若有闲的时阵伫学校做功课嘛爱认真咧伊就听会落伊就会照办照行照做。咱讲安尼才有乖啦乖囡仔才会得人听爸母拢是听乖囝所以咱嘛是同款当咱拜着天顶的真神神的国降临伫咱的中间，咱领受神的圣灵，这个时阵神的旨意就哪亲像伫咱的中间同款，就圣灵来住伫咱中间。所以咱顺服着神的旨意来明白神的交代，明白圣经的话耶稣神的灵就来踮伫咱的心内。耶稣神的旨意互咱会当伫这个人生中间有一个真好的一个遵守啦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决定咱就袂过安尼像世间人安尼咪咪唧唧为了趁钱自私安尼夸口拢无家己认为家己做伟大了不起安尼讲起来就伫群体中间就甲人无好斗阵。这得失家己的心性嘛，得失咱天父的旨意，得失咱的阿爸呢。所以讲起这真毋好所以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面上，就若像行伫天灵同款。虽然
神是灵，咱目睭看袂到，咱手摸嘛摸袂到，但当咱祈祷的时阵，伊的灵来住伫咱的心中。当咱读这个圣经神的话，互咱会通明白讲，哇，神透过先知、透过作者、这笔者所记录落来美好的旨意拢伫圣经内底。所以圣经清楚甲咱讲这是神的话呢而且有足侪见证人亲像伫分彩中间行过，咱若无读圣经，咱还会明白主耶稣要甲咱讲啥。咱若无读圣经，咱也知影讲伊甲咱留落真好的宝贝。同款啦，阮囝若无敲电话，咱会知影讲其实妈妈就足关心伊的，爸爸就足关心伊的。咱若无定定安尼来甲爸母安尼讲话一下，无甲爸母安尼来沟通一下，咱还会知影爸母意思是安怎。虽然爸母嘛真疼咱，天父真神耶稣基督真正疼咱，伊的旨意老早就行伫地面，亲像行伫天面同款。所以主耶稣教导咱爱安尼来祈祷，不过是互咱会当安尼来遵行，毋是啥物新的意思。其实这老早耶稣基督伊就留落这个美好的恩典甲爱互咱。所以咱会通借着主耶稣的恩典就是讲借着伊的旨意来行事做人，来加做咱的人生观。这个基督徒就是爱的这个化身。所以咱追求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爱，有恒久的忍耐，还有美好的温柔咱未嫉妒，咱嘛毋敢自夸骄傲，未做见笑的事，未求家己的益处，未轻易来生气烦恼，无计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只欢喜神的话真理。凡事会通去包容，凡事要来带着盼望，凡事拢会通忍耐，这都是神的爱，永远未止息。所以神的旨意行伫地面上，哪像行伫天面。咱会通知影讲，哇，咱活伫这世间久久几十年，在地如天呐。希望用这段圣经继续甲咱来分享。咱听众朋友会当伫生命的牛单元来得到真理耶稣基督的爱，嘛要来伫咱的心内，咱拢尊敬神的旨意，互咱事龙共商，拢搁较照着神的意思来参考圣经，互咱有一个属灵的人生观，互咱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价值。愿主使咱平安，阿们。